得本来交往就是都是以结婚前你会交往嘛，但你至于说到底是什么时候，我觉得一如我之前跟大家讲，就是会在对的时机点跟大家。音效传递给所有的 fans， 谢谢维尼。OK 吗？重视戏院的隐秘性啊，你还特别去个人位置去看啊，感觉好像可以跟未婚夫常常来这地方看。主要我觉得隐秘性其实现在对每个人其实都还蛮重要的吧，而且尤其是我觉得他们既然都这样设计了，所以我当然要体验一下，看看就是他们的设计是不是真的就是看不到前排的人。所以后来我坐了第一排之后，我就跑去坐第二排、第三排，就每一排我都是以各个就是狗仔的角度看一下，有没有可能会看得到别人。但其实我发现真的是非常隐秘，因为它的那个包起来的高度，然后再加上如果你调一个自己很舒服的位置的话，其实是看不到你的脸的，你可能只有看到前面的头发，或者是都看不到。所以我觉得隐秘性还做得很好。其实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就是哇，好难。会有一个好时机，会有一个好时机，对，上天会告诉他以及你们大家的。对，就是我觉得本来交往就是都是以结婚前你会交往嘛，但你至于说到底是什么时候，我觉得一如我之前跟大家讲，就是会在对的时机点跟大家说。对，所以我就关于结婚的问题应该就每年过年家族很多人这样聚在一起，对啊。所以今年有什么特别的计划？今年我们也有主题，但我还没开始准备。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，在初2的时候会要有一个装扮，对，还不能讲，对，到时候你们应该就会在那个社群网站上面看到。男友也要一起办吗？他去年有办，所以今年应该也会。你们会互相消耗对方办？我不能讲，全部大家跟彼此都不能，你也不知道他。大家藏的跟什么一样，然后去准备东西，当天 PK， 然后大家都是偷偷的跑去火车站买东西啊什么，然后都不讲，然后大家偷偷做手工，然后有人来就藏起来，好可怕哦！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彼此办的是什么，对。那一天应该会很精彩。说家族人很多，大概是多少啊？大概100吧。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啦。没有，差不多。中心会。对啊，20个吧。所以20个人都会参与这个装扮，对，然后20个，因为我婆婆家里面只有大概30平左右，所以我们基本上过年所有小朋友都会挤在婆婆家睡觉，所以我们家里面是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客厅跟客厅跟餐厅基本上是打地铺的，所以一路睡到靠近厨房，就全部睡满。然后房间也睡满，因为我们就是特别珍惜这种可以全家人相聚在一起的时间。